Hello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看我的頻道。今日嚟到觀塘裕民坊，揸我嘅自創路線 28M 同埋 X28S， 呢兩條路線被稱為樂華孖寶。呢兩條線都係由觀塘裕民坊去樂華嘅。28M 就要牛頭角道經牛頭角先去返樂華。X28S 比較直接，佢嘅行車路線係改編自28S， 一條淨係喺返學時間服務嘅路線。28S 要途經公樂道，但係 X28S 就唔使，比較快少少，所以就稱為 X 啦。我都唔講咁多啦，即刻去行記啦。當你不笑不喊不吃不喝不應對，當你不說一句一切抑壓於心裏，當你想消退，當你思緒荒草遍地一早便廢去，當那風雨早已沖刷一切的興趣，當最初滿希冀的你早已經死去，當你心很碎而別人面前演得太累，歡慶着潮水，明天意義為何？萬千意念掠過，如果可聽見我，抬頭天空萬里，了無邊際原理，從寒冬裏抱緊你，怕極終可能飛，而人生那完美，全由雙身而起，來年終有天可見，錯或痛都無非，帶着你。當你雙耳聽見仿似刀劍一句句，當你雙眼灰暗，當那死蔭揮不去，當間中飲醉，才感覺夜深不必畏懼，多少個同類，當鏡中那可笑的你早已想撤退，當你一跌一碰心裏早跌得粉碎，沿途多崎嶇，